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2，诗篇117篇1节到2节安尼讲：万国啊，恁着学乐耶和华；万百姓啊，恁着称呼伊，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。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。3甲来祈祷，愿要学乐你的诚实永远伫地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慈悲怜悯的天父，你是活命的主宰，你是救赎阮的救主，你是赐福的君王。你所做的拢是真实，你所行的拢是公平。主啊，愿一生的年岁拢是你所定着，愿一切的所有拢是你所赏赐。愿活着的时，拢要来学乐，甲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既然有活开的，拢要伫你的面前谦卑敬拜。万国啊，恁着学乐耶和华；万百姓啊，恁着称呼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对阮大施慈爱，你的诚实永远伫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